呀，我的大小姐，你以为男朋友是你想找就能找得到的呀？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帅气的富家大少。别闹，你也知道，我家里现在就想把我送入秦家大少联姻。我现在急需一个容易掌控的假男朋友。开什么玩笑？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上哪找女朋友去？怎么，家里很穷，还跑出来开滴滴？有这时间，还不如抓紧找个女朋友。明天你要是再不把女朋友带回家，就把你逐出家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的车现在快到酒店了，等会儿见面再说啊。好，等会儿见。菲菲这么快就到了。亲爱的，我的结婚对象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？菲菲，你怎么不说话？美女，你是不是上错车了？不好意思，我上错车了，我现在就下车。美女，来都来了，你看我怎么样？Oh baby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你要是敢乱来的话，会接受法律的制裁的。完了完了，怎么就上错车了？看这人一脸猥琐的样子，不会遇到流氓了吧？美女，你放心，价格嘛，商量。真是流氓，看来今天再劫难逃了。大侠，就放过我吧，实在不行的话，能不能只劫财不劫色啊？你可能是误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对我乱来的话，我立马就报警。美女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我们或许可以合作一下。什么合作？啊，我刚刚听你说你需要一个假男朋友，正好我也需要一个假女朋友，不如咱们合作一把，互相利用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这人穿着普通，穷是穷了点，不过长得倒是挺帅的。正好我需要一个可控的结婚对象，他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你放心，你陪我回家应付一下爸妈，事成之后我必众筹感谢。就你还众筹？你请得起我吗？你知道我是谁？你不就是一个被家里催婚的大龄剩女吗？你这是什么眼光？我可是天海苏家的大小姐，苏氏集团的 CEO， 身家100亿的美女总裁，名副其实的富婆。你才是剩女，你全家都是剩女。不就身价100亿吗？还不够我零花钱的零头。你就吹吧你。哎，算了，你不愿意的话就下车吧。做男朋友没意思，你做我老公吧。那你这是同意了？那我现在就开车回家。不，去民政局。操，进展这么快，我们要不要先看个电影、吃个饭什么的，彼此了解一下，互相增加一下感情？想什么呢？既然演戏就要演全套，没有结婚证，我家里人那关可过不去。现在就算是我雇佣你，以后每个月给你10万块钱，就当是你的工作费。对不起，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不允许我做这种事。你看错人了。50万。看人真准。哎呀，老婆，那你坐好了，开车了啊。
等一下，我家里人还不知道我结婚的事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，他们或许会刁难你，你千万别露馅。放心吧，老婆，我是专业的。像我这么帅气逼人的姑爷，说不定等会儿阿姨见到我，还觉得我是她的梦中情绪呢。秦少，银河集团的朱雀项目公开招标，唯有秦家才有这样的实力拿下这个项目。届时，秦少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苏家呀！那就要看看你们苏家的表现了。朱雀项目是银河集团叶青灵叶总钦点的商业项目，能拿下朱雀，我们秦家就能一飞冲天。是，秦少前途无量，我们家知雪嫁给秦少，那是她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秦少，今天晚上我就让堂姐去伺候你去啊！妈，二叔，哎，知雪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去伺候秦少。知雪啊，秦少已经答应我们，只要你愿意嫁给他，秦家愿意和我们苏家共享朱雀项目。我已经结婚了，这位是我老公叶凡。嗨，你什么时候结婚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苏知雪，你抽什么风啊？好端端的秦少你不嫁，从哪路的野男人？二叔，我什么时候结婚，和谁结婚，似乎轮不到你来管。我知道，这个男人肯定是我姐为了拒绝秦少临时找的演员。小子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滚开，别在这儿冒充我姐的老公，否则都不用秦少出手，我们苏家都可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不好意思啊，晚了。我们现在可是货真价实的夫妻，如假包换，神妻，那更好啊！我就喜欢玩人妻，我去你！再敢打我老婆主意，弄死你敢打我？啊！你还有你们苏家胆子够大的，想我不想要了？秦少息怒，苏家不能没有朱雀项目啊！我这就让知雪和他离婚。苏知雪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随便找一个野男人就想成为我苏家的姑爷，他还动手打秦少，赶紧跟他离婚！叶凡是我老公，我是自愿嫁给他的，木已成舟，绝不会离婚。就算没有秦家，我一样可以帮助苏家拿到朱雀项目，带领苏家加入万国商会。胡闹！你不能拿苏家的命运开玩笑！银河集团可是商业巨头，跨国集团，怎么能够把朱雀项目交给我们苏家？只有依赖秦少，才是我们苏家唯一的出路。够了！我就给你们苏家24个小时，明天招标会开始之前，苏知雪还没跟这个废物离婚，就别要了！哎，秦少！苏知雪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！有秦少的支持，我们苏家离覆灭不远了。还有时间，知雪，你现在立刻和这个，叶凡，我让你插嘴了吗？立马和这个叶凡离婚，然后亲自去向秦少道歉，请求秦少和我们苏家共享朱雀项目。哎呀，就是一个秦家嘛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也能帮你拿到朱雀项目。什么？你说真的？你是干什么的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国家1级核心资源空间师。什么意思？简称好弟弟。你敢耍我？这个臭屌丝竟敢口出狂言！你恐怕连朱雀项目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要不是你，我们也不会得罪秦少。你要是还有一点自知之明，就赶紧和知雪离婚。哎，别狗眼看人低啊！你们看我长得像不像银河集团叶总叶青灵的弟弟？这
嗯，还真有点像啊。我呸！混账东西！你该不会说自己是叶总的弟弟吧？哼，那你看这气质，可说呢。叶凡，我知道你想帮我，但是你别开这种玩笑。哎呀，老婆，不信你们说的银河集团叶总啊，电话号码我有。苏之雪，这就是你要找的男人？为了一个空口说大话的一个废物，竟然去得罪秦少！就你也配有叶总的电话？要是让叶总知道你拿着他的名号在外面招摇撞骗，恐怕把我们苏家也要拖累进去。行了，叶凡，银河集团的叶总可不是随便拿来开玩笑的。切，不要算了。志雪，你就听妈的，赶紧离婚。爸，这可怎么办？堂姐要是不离婚，秦少绝对不会允许我们参与朱雀项目的。如果苏之雪一意孤行的话，那她不配做苏氏集团的总裁。她不仁，别怪我无义。哼，今天就是招标会。如果苏之雪还一意孤行的话，我将联合全体股东罢免她的总裁职位。哼，苏之雪没了苏氏集团总裁的位置，她什么都不是。哎呀，为了让知雪能嫁给秦少，也只能这么做了。今天是最后的期限，考虑怎么样了？秦少，您放心，知雪和那个野男人今天一定会离婚。您和知雪才是天生的一对儿啊！对，今晚我们就把苏之雪送到您床上去啊！最好是这样啊！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。知雪，你怎么还带着这个废物啊？这是你们苏家给我的交代。哎呀，秦少，误会呀！秦少，一定是这个废物，跟赖皮狗一样粘着我姐，赶都赶不走。小子，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你以为你纠缠着知雪，你就可以攀附上我们苏家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是不知死活！二叔，我是知雪的老公，说起来咱们应该才是一家人。你为什么总是指望这个废物秦少，不指望我这个正牌女婿呢？嘿，你小子，本少看上你也敢染指？你信不信我一通电话就能让你在天海没有立足之地？就凭你，还没有死。叶凡，秦家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我在此宣布，叶凡是我老公，你们任何人敢跟他作对，就是我的敌人。好，很好。那既然这样，今天这个合同，我看你们苏家是拿不到。苏之雪，可你妈还在这儿，你有什么资格替苏家做主？就凭我是苏氏集团现任总裁，我将倾尽苏氏集团之力，和秦家竞标朱雀项目。叶总，好消息，少爷有女朋友了，两人还领证了。这个臭小子总算开窍。对方是哪个世家的千金？好像是天海一个小家族的女总裁，少爷现在跟她正在朱雀项目的招标会上捣乱。什么？这个混小子，堂堂叶家继承人，竟然找了一个小家族的女人，还在我的招标会上找茬！备车，我要亲自找他去算账。对了，他在捣什么乱？他和天海秦家大少起了冲突。好一个秦家！我的弟弟也敢捣，我的弟弟我能打吗？他们也配？说得好，老婆，我支持你。死丫头，你还看不清楚形势吗？我们苏家不过是个二流家族，拿什么和秦家竞争？你这是要带苏家走上绝路啊！你还以为你是高高在上的苏氏集团总裁吗？什么意思？好好看看，由于你的一意孤行，置苏氏集团的安危于不顾，股东大会已经决定罢免你的总裁职位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和苏氏集团没有任何关系。什么？妈，我不是你女儿吗？你居然眼睁睁看着他们罢免我！女儿，
妈也是没办法，妈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和苏家背道而驰，秦家才是我们唯一的靠山。苏知雪，听到了吗？你已经被逐出苏家了。老婆，听起来你好像被赶出家门了，需要我帮忙吗？闭嘴！好嘞。为了这个朱雀项目，我那么辛苦做的项目书，你们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来对付我！哦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项目书怎么会在你那里？哎，秦少，这可是我姐亲自拟定的朱雀项目计划书，我可是费了好大功夫才把它拿到手的。写的不错，但可惜啊，没有声音。秦少，你这是知道为什么我们秦家对朱雀项目志在必得？还不是因为你会当狗啊！这个我老婆可学不来，因为有我在，她也不需要。银河集团这次朱雀项目的负责人吴奇峰吴总，是我秦家的世家。吴总早就内定好了，要我们秦家，所以啊，不管你们怎么努力，都掀不起什么风浪，懂吗？秦少果然厉害啊！没想到还有这层关系，难怪秦家可以左右今天的竞标。秦少，朱雀项目对我们苏家至关重要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招抚我苏家呀！苏知雪，只要你跟这个废物离婚，并且今天晚上乖乖到酒店来找我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，怎么样？休想！知雪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赶紧和这个废物离婚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妈，我可是你亲生女儿，你居然把我往火坑里推！苏知雪，朱雀项目已经内定给了秦家，你别不知好歹。苏知雪，这项目你到底还要不要？要是想要，今晚就乖乖来酒店找我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就凭你，你也配？老婆，不就是朱雀项目吗？我给你，这个混蛋敢惹你不住，给的。小子，你敢打我，还口出狂言！你当银河集团是你家开的？哟，你怎么知道银河集团是我家开的？庶子好大的口气啊！小心祸从口出。吴总监来了。吴总，一点小插曲，有人在咱们招标会上闹事，但既然您来了，咱们就交接朱雀项目吧。啊？是谁胆敢在银河集团竞标会上闹事？也罢，这点小事你们自己处理。这是朱雀项目的合同，签了的，这个项目就是秦家的。感谢吴总信任，我日后必有重谢。且慢，吴奇峰是吧？朱雀项目是银河集团的公开招标项目，姿势挺大，你就不怕这事儿要是被叶总知道，把你3刀6洞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也配教我做事？叶凡，这可是银河集团的吴总，位高权重，我们惹不起的。不用怕了，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总监吗？要是再不懂事的话，咱给开了。哎呦，还真是大言不惭呢！不仅抢本上的女人，还敢跑到这儿来蹦，对吴总不敬，怎么就不把银河集团放在眼里？吴总，像他这种狂妄之人，就应该把他给废了，以正银河集团之威名。他跟我们苏家没有任何关系，要杀要剐，跟我们苏家更没有关系。吴总，您别误会了，这一切都是秦少先挑事的。放肆！因为我也就算了，还敢借银河集团之威名狐假虎威，今日若放过你，何以正银河集团的威名？来人，打断他的双腿，丢出去！你确定要对我动手？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！动手！叶总到！叶总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不知道哪来的臭小子，竟敢在咱们招标会上闹事，我这就把他轰出去！叶总，就是你在我的会场上捣乱。没错，就是我。二姐，什么？叶总是你姐？什么？叶凡竟然是叶总的弟弟？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是叶总的弟弟？叶凡，叶总真是你姐？
怎么，不像吗？在银河集团这么多年，竟然不知道叶总有个弟弟。哎呦哎呦，哎呀，好女婿啊！我果然没有看错，我早就看出你非池中之物。这仔细一看，你就是人中龙凤啊！姐夫，我觉得你和我姐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啊！叶总，叶凡是我们苏家的女婿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以后啊，还希望多多照顾我们苏家呀。少跟我攀关系，谁是女婿？什么情况？叶凡，你不说叶总是你姐姐吗？哦，我知道，肯定是叶凡在这里假冒，他想拿下银河集团的项目。叶凡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冒充叶总弟弟！哎，叶总啊，这种小人物不必您亲自动手，我这就替您废了他，然后跟您对接朱雀项目。谁说朱雀项目是你们秦家的？这苏之雪是吧？想要合同吗？只要跟他离婚，这个合同就归你了。叶总不可！叶总，朱雀项目斥资巨大，我已经答应给秦家了。我走！你在教我做事？银河集团什么时候由你说了算了？叶总，这都是为了集团好啊！只有秦家才接得下朱雀项目，而苏家不过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家族，根本配不上朱雀项目。究竟是苏家配不上，还是你暗中请假？我私囊！冤枉叶总，冤枉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肮脏事儿，像你这样就是我们银河集团的蛀虫。你在开除了。叶总，你不能开除我呀！我兢兢业业为集团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叶总！啊，叶总，叶总，叶总！苏小姐，朱雀项目就在你眼前，抛弃一个废物老公，换你们苏家腾飞，我想苏小姐应该知道如何选择。知雪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朱雀项目我们一拿到了，就能加入万国商会了，我们就能跻身一流家族。堂姐，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野男人，换咱们苏家进入万国商会，你有什么可犹豫的？快签了他呀！哎呀，老婆，我姐跟你闹着玩呢，她就是想逼咱俩离婚。你不会真的为了一个合同跟我离婚吧？知雪，就该这样，签了他，你就是我们苏家的骄傲。我苏之雪要的从来不是这些。就算苏家示威，我苏之雪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威胁和胁迫而妥协。是朱雀项目，我可以不要。苏之雪，你疯了！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老婆，既然你对我不离不弃，那我也一定不会辜负你。你放心，这项目一定给你要回来。看到没？我选媳妇儿的眼光还是很准的。哎呀，叶总，知雪只是一时糊涂，求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苏之雪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废物当众拒绝叶总，你是我们苏家的罪人呐！很好，既然苏小姐已经做出了决定，那这个合同就此作废。叶青灵，这份我老婆要，你给不给？你在威胁我？对，就威胁。一凡，你可不要乱来，这可是银河集团的叶总。哎呀，老婆你放心，我说这合同是你，就一定是你，什么东西不好使。那我要是不给，好，够硬气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在现场打电话。你什么你，我什么我？给不给？给我就打了啊！这混小子就知道拿老妈养。算你狠，给他。这还差。你跟我过来。叶总，我老公他是有些荒唐，得罪了你，您千万别怪罪他。这个朱雀项目我可以不要。苏小姐，莫要自误，我把朱雀项目交给你，
只是因为你在商业上颇有造诣，你是最适合这个项目的。至于你老公，我另有账跟他算。哎呀，老婆，你就收着吧。你放心，我就去，很快就回来，没事的啊，拜拜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这叶总竟然真的因为这废物的一句话，就把朱雀项目让给我们苏家了？难道叶凡真的有后台？哎，你们不会真的以为那个叶总和叶凡有什么关系吧？叶总刚才说了，把朱雀项目交给知雪是看中他的工作能力，和那个叶凡有什么关系？哦，原来如此，难怪叶总非要他们两个离婚，肯定是叶总不想看到知雪被这样一个废物拖累。朱雀项目耗资巨大，单凭你们苏家是吃不下的，只有跟我秦家联姻，才有可能顺利完成朱雀项目。对，知雪，朱雀项目关乎我苏家能否加入万国商会，这其中少不了秦家的帮助。你们别说了，叶凡是我老公，我是绝对不会抛弃他的。苏知雪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别以为有了朱雀项目，我就不能把你怎么着了。只要有我在，项目不可能顺利进行。哎，你好啊，那你就等着巨额赔偿金吧。苏家想进商会时，有我在，你们这辈子去。秦少，你小子出息了，竟然找了一个二流家族的女人做老婆，你把咱叶家的脸往哪儿搁？当初可是你们逼着我找女朋友的。再说了，二流家族又怎么了？真论起来，大夏哪个家族比得上我们叶家？你这不是为难人吗？总之，你赶紧把婚给我离了，我不喜欢那个什么苏知雪，她配不上你。我不离，你要再逼我，就告诉我爸妈去。我还治不了你了，你等着，我让大姐收拾。你应该知道，大姐是万国商会的会长。哎，叶清凉，你给我站住！毒妇！叶凡，你怎么样？叶总没对你做什么吧？哎呀，老婆你就放心吧，她是我姐，能把我怎么样？你还真眼上瘾了。行啊，再怎么说你也是我雇佣的老公，我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出事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那边处理完了吗？处理完的话，跟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去我家。就这儿。叶凡，想不到你一个开小破车跑滴滴的，还有点家底啊。嗨，家里有点小钱罢了。走吧，咱们赶紧进去吧，一会儿我爸妈跟等着急了。我回来了，你们的儿媳妇儿我也给你们带回来了。终于把儿媳妇儿给盼来了，来，过来，请坐啊。谢谢阿姨，您太客气了。哎呀，我饿了，什么时候开饭？小姑娘长得倒是挺俊俏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哪家姑娘？谢谢叔叔，我叫苏知雪，来自天海苏家。那个，什么时候开饭？苏家没听说过呀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。没关系啊，小雪，既然你进了叶家的门，以后啊就没人敢欺负你了。对，我们家呀不在乎那些虚的。姑娘啊，你摊上老夫那个不着调的孙子呀，可真是辛苦你了呀。没有的事儿。啊，对了，我们别坐着了，边吃边聊啊。对，好不容易把儿媳妇盼来了，一定要吃得开心点。对了，小雪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？阿姨，我现在在自己创业。哦，自己做生意啊，也行。这小女生啊，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挺好的。刚好小凡的二姐也是做生意的，改天让她亲自给你成立几个项目。谢谢阿姨，您太客气了。哎呀，小雪啊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一个人在外面太危险了，要不要跟叔叔补身？叔叔，请问你是做什么的？她呀，成天在外面打架斗殴。什么打架斗殴？明明是打七国嘛！
小雪啊，你放心，你跟叔叔习武防身，不出3年，叔叔让你力压天下宗师。叶凡，你爸妈一直都是这样吗？宗师可是只有大家族才请得起，整个大夏没有几个啊。算的，习惯就好。怎么了，小雪？你要是不愿意跟叔叔习武的话，就来跟爷爷学艺，爷爷亲自教你，保证让你不出3年超过那个范等闲。爷爷，范什么？范等闲呢？国艺圣手范等闲？天哪，这都是什么一家子？叶凡，这家里人都什么情况？怎么跟你一样没谱？哎呀，你听听就行，他们就这样。对了，小雪，今天是阿姨第一次见你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，双生手镯一对，全世界仅此一对。阿姨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哎，小雪，收下收下。那个叔叔知道你们女孩子呀都爱美，那个，这东西说叫什么凤凰涅槃，是那个什么聚宝阁的镇馆之宝，叔叔特意拍下来送给你做见面礼。来，小雪，这是爷爷亲自炼制的养颜丹，世上绝无仅有，服下后可以美容养颜，青春永驻。爷爷，叔，我真不能要这些，太贵重了。哎呀，你就收着吧，给你就拿着。那就谢谢爷爷、叔叔、阿姨。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那我就收着了。看看这手镯，这簪子，你爸妈说的跟真的一样。不过这也是他们的心意，我很满意。老婆，这些东西你都收好，都是价值连城的东西。我懂，叔叔阿姨都是好意，你放心，不会拆穿他们的。对了，小雪，你刚好也是做生意的，这小凡的二姐啊，开了个小公司，一会儿啊，我就让她过来，亲自给你成立项目。妈，哎呀，你就别提了。本来今天小雪要去跟银河集团剧团合作，结果半路杀出来个什么叶子，不仅搞黄了我们的项目，还逼着我跟小雪离婚，这简直太不像话了。什么？反了天了还不成？混账东西！自从他当了什么霍总裁之后，整天趾高气扬的，敢欺负我儿媳妇儿。小雪，你不用怕，一会儿啊，爷爷就替你去收拾他啊。爷爷，银河集团可是跨国公司，叶总也是一代娇女，看不起我们苏家很正常。老婆，在这儿你怕什么？银河集团破总裁，在这他就是个小凯迪猫。哪个不知死活的？又在说我坏话？二姐，叶凡，你快住口！怎么说话呢？哼，我就知道这小子果然跑回来告状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不好意思啊，走错门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一个小破总裁，神气什么呀？这都什么情况？他不是说他走错门了吗？真的是真的假的？好了，小雪，不用管他。话说，你们两个打算什么时候要小孩啊？阿姨，这也太快了吧！那个的确是急了点，不过可以先办婚礼嘛。小雪，什么时候让我们见一下你们家长，商量商量结婚的事儿？说得对，咱们啊不能亏待了小雪，这该走的流程啊，咱们也得走，对吧？对了，
我看啊，今天天色也晚了，你们两个要不今天就在这儿休息？哦，房间啊，早都让人收拾干净了，对吧？收拾干净了。啊！这都什么情况啊？苏之雪，你怎么就稀里糊涂答应下来了？你要干什么？我们都已经领证了，当然是过来睡觉啊。我们好歹也夫妻一场，你就这么对我啊？我们只是假夫妻，今天过来就是应付一下你父母。晚安。切，晚安就晚安，反正来日方长。怎么还不出来呀？爸妈，雪儿，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？谢谢阿姨，我休息得很好。小雪啊，到这儿就当成自己家。走，吃饭。谢谢叔叔。快坐，雪儿。快吃快吃。谢谢爷爷。接个电话。喂？什么？怎么了，老婆？范等闲刚刚在发布会上宣布要中断和苏家合作，投靠秦家。我们刚刚拿到的朱雀项目也因此不能推进了。就这点事儿啊？我一会儿就派人帮你们解决了。谢谢阿姨，但是你们不了解，神医范等闲被称为国医圣手，在大夏医药界几乎是一呼百应。我们苏家又是主做医疗的，他刚刚宣布了这个事情，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，苏氏集团股票大跌，我必须马上去发布会，要不然苏家会大祸临头。这爷爷，我记得这个什么国医圣手范等闲，之前不是被你逐出师门的徒弟吗？他在搞你孙媳妇公司呢。哼，这个逆徒平日里招摇撞骗也就算了，这次竟然欺负到我孙媳妇头上来了。乖孙子，带爷爷过去，爷爷要清理门户。范神医，我们苏家刚拿到朱雀项目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们断绝合作？你们苏家总裁苏之雪，不过就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女娃娃，苏家迟早会毁在她手里，而秦家才有实力完成朱雀项目，我自然投靠秦家。秦少，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哼，欺负！我说过，我一定为苏之雪付出代价。知雪，你来的正好，范神医要跟我们断绝合作。范神医，您为何要突然中断和苏家的合作？是我们给你的待遇不够好吗？苏家可以加盟。你加多少没有用，秦少已经答应我要举荐我成为万国商会的医药顾问，你苏家能做到？这什么？万国商会的医药顾问？我们苏家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达到万国商会的门槛，更何况举荐别人。这秦少竟然把范神医推荐到万国商会当医药顾问，难怪范神医要投靠秦家呢。苏之雪，你之前不是挺傲气的吗？我说过，我们秦家轻而易举就能把朱雀项目搅黄，忘了吗？知雪，你快求求秦少，苏家不能失去范神医，不能失去朱雀项目啊！秦风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放过苏家？很简单，你嫁给我，然后把朱雀项也交给我，我可以考虑放过苏家。这不可能！哎呀，堂姐，你就赶紧答应秦少吧。你要是再不答应，我们苏家就要完了。知雪啊，你是苏氏集团总裁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苏家破产啊！知雪，一旦范神医断绝和苏家合作，我们苏氏集团的股票就会瞬间跌至谷底。现在只有秦少才能救苏家呀！范神医，请您相信我，我也可以带领苏家加入万国商会，到时候一样可以举荐你成为万国商会的医药顾问。
苏知雪，这个时候了还做梦啊？没有我，你们苏家这辈子都进不去万国商会。正所谓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以我在大夏的影响力，没有我坐镇苏家，苏家绝对没有实力完成朱雀项目。苏知雪，这件事事关苏家的生死，由不得你胡来。不嫁给秦少，什么？难道你指望你那个废物老公来拯救苏家吗？他才不是废物老公，叶凡是我的选择，你们谁也没有权利阻碍我的决定。你好啊，那就看着苏家破产吧。苏知雪，我最后给你3秒钟，你如果再不选择我的提议，我现在就带着苏神医走。3。知雪，你不要一意孤行了。叶凡就是个废物，怎么能跟秦少相提并论啊？姐，别犹豫了，再犹豫下去，我们苏家真的要破产了。秦少，跟他们废什么话呀？没有我等的支持，苏家就等死吧。一个被逐出师门的逆徒，让谁等死？叶凡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婆，我来帮你的。这里的情况很复杂，你赶紧带爷爷先回去。放心吧，小雪放心，你嫁到我们叶家，就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。爷爷这就帮你教训他们。一个小废物带着个老废物，苏知雪，这不会是你最后的底牌吧？叶凡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能得罪秦少吗？好啊，现在带着个老东西过来，蹭我们苏家的软饭吃了，是不是？现在苏家要破产了，某些人软饭都没得吃了。我建议你啊，不如早点出去讨。如果要出去讨的话，我觉得你比我更合适。给我住口！叶凡，你是不是觉得把我们害得不够惨，还敢大放厥词？叶凡，这个情况不是你能帮得了我的。如果范神医真的和苏家断开合作的话，到时候苏家的股票会大跌，资金断裂，其他投资方也会撤资，苏家一夜之间就会分崩离析。老婆，放心吧，谅他也不敢。叶凡，你是疯了还是傻了？范神医现在号称国医圣手，威名远扬，除了万国商会，没人能与范神医比肩。你一个废物还敢号令范神医？爷爷再不出手，我就要被人看扁了。孽徒，还不赶紧跪下！哎，你个老东西，怎么跟范神医说话呢？你还配称范神医的师傅？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平时你招摇撞骗也就算了，这次你联合外人欺负我孙媳妇，老夫今日就要清理门户了。不是，师傅饶命啊！我真不知道苏小姐是您的孙媳妇，不然就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这么做呀。这医学圣手居然给这老头跪下了，这老头到底什么来历啊？是啊，那个什么情况？说跪就跪。叶凡，爷爷真是范神医的师傅啊？什么范神医？不过是被我爷爷逐出师门的逆徒而已。范神医，你什么时候拜这老头为师的？大概有20年了。范神医，你糊涂啊！这都是多少年的老黄历了。就算这老头曾经真是你师傅，但你现在是威名远扬的国医圣手啊！你怕他干什么？只要你跟了我们秦家，没有人敢动你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你一边去！哎，你这咱俩熟吗？你别来沾边啊！苏小姐，方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受小人的蒙蔽，请您一定要原谅我这个无心之过呀。现在不取消跟苏家的合作了？什么取消合作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？我不仅不会取消跟苏家的合作，我还要跟苏家签订终身的合同，并且1分钱不收，只要苏家需要，我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算你识相。范等闲，你敢背叛我？你给我等着啊！还有你苏知雪，你费尽心思的不就想让苏家进入万国商会吗？我告诉你，明天就是万国商会的纳新会，没有我秦家的举荐，你这辈子都进不去。哎，秦少且慢，你算了。秦少，小雪，你明知道苏家想要进入万国集团，离不开秦少的帮助，你为什么还是为了这个废物，还要再得罪秦少？
苏之雪，明天的纳新会，如果秦家投了反对票，那我们苏家这些年的心血和苦心经营都将付诸东流了。叶凡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现在投资商知道我们加入不了万国商会，他们照样会撤资，到时候我们苏家照样会完蛋。不错，你现在马上跟这个废物离婚，亲自去给秦少道歉。叶凡才刚刚帮了我，你们就让我抛弃他，这绝不可能。切，他不过就是帮了你点小忙而已，有什么用？他能帮我们进入万国商会吗？到头来还得依靠于秦少，趁秦少现在还能看得上，亲自去给他道歉，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。就算没有秦家的帮助，我也可以尽我自己的实力，让苏家进入万国商会。你们再咄咄逼人，别怪我翻脸。说得好，不就是一个万国商会吗？老婆，咱不用求别人，我带你去。你，哎呀，我呸！拜拜。叶凡，刚刚谢谢你，但是接下来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处理。你先带爷爷离开吧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我真能带你进万国商会？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。万国商会的会长叶倾城来自北都叶家，他家背景实力雄厚，这个事情只能靠我自己，谁也帮不了我。我还要回去准备明天的纳新会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带爷爷赶紧离开。哎呀，爷爷，爷爷，你也听到了，你这孙媳妇儿不仅要防别人，连自己人都要防。哎呀，做咱们叶家的孙媳妇儿难呐！你个臭小子，你的心思你当爷爷不明白啊？这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也结了婚了，是时候该把这叶家的继承人传给你了。哎呀，太难了。爷爷知道你跟你两个姐姐从小就不对付，到时候你把这家主令牌拿出来，你的两个姐姐绝对不敢再忤逆你。哎呦，还有这好东西啊！爷爷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真是的。大姐一向强势，明天万国商会的纳新会，我一定要让大姐效我服软，让我老婆光明正大加入万国商会。大姐，咱这老弟没法管了，娶了个小家族的女人做老婆也就算了，还回家告我的状，害得我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。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咱们叶家是北都豪门之首，也不需要什么女方这么强势的背景。我这不是气不过吗？我现在可是连家都回不去了。明天就是纳新会了，苏家也提交了入会申请，我明天就去会会这个苏之雪。如果他是平庸之辈，倒也没有资格进入我们叶家。放心，我会替你出气。老婆，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是来帮你嘛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你帮不了我。万国商会的纳新会是由会长叶倾城亲自召开，背后更是有北都叶家的影子，你帮不了我的。偷偷告诉你，其实我才是叶家的真正继承人。别乱说，北都叶家是大夏第一家族，更是权势滔天，不是可以随便拿来开玩笑的。我没开玩笑。算了，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一起进去吧。各位，今天是我们万国商会的纳新会，能参加今天这个宴会的，都是我们大夏一流世家，让我们共享今日盛宴。秦少，我可听说了，苏家提交了加入万国商会的申请。哎，他们苏家不过就是一个二流世家，没有资格加入万国商会。一会儿啊，投票的时候，还请诸位帮忙，帮我把苏家赶出去啊！秦少，您客气了。今天在座的各位啊，
可都是我大夏的豪门，叶会长更是出自于北都叶家，位高权重。小小的苏家还不配和我们平起平坐。话说的太满，当心舌头。话说的太满，也不怕闪了你们的舌头。哟，苏之雪，你还真敢来呀！这里是万国商会的纳新会，名流云集，苏家只不过是一个二流世家，也配出现在这里啊？万国商会的纳新会由叶会长亲自召开，为的是开源纳新，团结商会，人人都可以参加。哎，我看你是蹬鼻子上脸，有多少大家族头破血流也没能加入万国商会啊！今天在座都是天海的顶级世家，你们苏家凭什么加入万国商会？不错，别以为苏家侥幸拿到了银河集团的朱雀象，就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。众所周知，叶会长的背后那可是北都叶家，那才是我大夏的柱石，根本不需要买什么银河集团的账。以为拿到朱雀项目就可以加入万国商会，提升一流家族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哎，苏志雪，我说过，只要有我在，你们苏家这辈子不可能加入万国商会，留给你们苏家的只有死路一条。清风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是又怎么样？你苏之雪商业奇才又怎么样？在万国商会面前就是只蝼蚁罢了。要是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，就赶紧滚蛋，免得一会儿自取其辱。我算是听出来了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老婆好欺负？这万国商会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是叶倾城说了算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一凡，你少说两句。我和叶会长非亲非故的，他怎么可能会帮我？老婆，其实叶倾城也是我姐，而且是大姐。什么？叶会长是你大姐？叶会长真的是你姐？秦少，这小白脸是叶会长的弟弟，要是真的，那恐怕我们惹不起。哎，各位，这个叶凡呢，就是一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只会乱认姐的傻帽。上一次他还说他是什么银河集团叶总的弟弟，结果被叶总当众拆穿，还教育他。这次肯定是故技重施吓唬你们的。原来如此啊！我就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叶会长有个弟弟，原来是假冒的呀！小子，胆子够大的呀，居然敢假冒叶会长的弟弟！就算叶会长饶你，我等也不会饶了你。叶凡，你怎么什么都敢乱说？你知不知道，叶会长之所以能够执掌万国集团，不仅是因为叶家，更是因为他的雷厉风行。要是让他知道你假冒他弟弟，别说是苏家进入万国商会了。哎呀，老婆，我没有骗你，叶倾城真是我姐。你们不信的话，等会儿叶倾城来了，你们自己去问他。这点小事还用惊动叶会长吗？他们苏家想加入咱们万国商会，那咱们先投票吧，也省得麻烦叶会长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先投一票，反对票。我也反对，苏家根本不配进万国商会。我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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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反对，我反对，我也反对。苏之雪，看到了，各大家族都在投反对票，你们苏家应该不用多久就破产了吧？切，你们投反对票有什么用？老婆，别管他。哎呀，此套临头了还嘴硬，各大家族投的都是反对票，就算叶总来了，也不会说什么。至于你，等纳新结束，我再收拾你啊！你要收拾谁？恭喜叶会长！姐，你在这儿。姐，我在这儿。叶凡，叶会长真是你姐？应该是吧。
兴许更年期提前了，心情不太好。啊，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叶凡，你是不是软饭吃多了，膝盖也病，到处乱扔姐呀？你骂他什么？叶会长，我说这个废物他张嘴！叶会长，你这是……我可以打他骂，但是你没有这个资格。秦少，你就少说两句。会长最讨厌别人在他面前越权行事，刚才你的行为肯定是让会长不悦了，这才越是小姐。叶凡，眼下我们已经把各大家族得罪遍了。听说叶会长深明大义，我们想加入万国商会的话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。哎呀，加油，老婆，我相信你。叶会长，为了加入此次万国商会的纳新会，我苏家上下准备了3年之久。在此期间，我们还和国义圣手范等闲签订了终生协议，而且还拿下了银河集团的朱雀项目。所以，我在此恳请叶会长能够让我们苏家加入万国商会。我们苏家绝对不会给商会蒙羞。3年期间，你苏之雪带领苏家进入2人，确实你在商业上有些天赋。不过这还不够。我们万国商会从来不养废物，以你们苏家的实力，还达不到进入我们商会的门槛。苏之雪，听见了吗？会长已经亲自否决了你的入会申请，你们苏家就等着破产吧。叶凡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看来我的努力到头来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。不过，你们苏家想加入万国商会，也不是没有机会。只要你跟他离婚，啊，我就破例让你们苏家加入万国商会。多亏了叶会长的抬爱，但是我苏之雪一路走来，多亏了我老公叶凡的一路陪伴，我是绝对不可能为了苏家的前程放弃我老公。苏家这丫头倒是个性情中人，会长分明有意让你加入万国商会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小白脸放弃了。据我所知，你们苏家为了加入万国商会，投入了全部资产。如果你放弃这次机会，你们苏家将会破产。即便如此，我也绝不可能离婚。既然我苏之雪可以带领苏家崛起第1次，那就有第2次、第3次。既然如此，那请苏小姐自便吧。叶凡，我们走。等等，老婆，信不信我待会儿让叶倾城求着你信？叶凡，你是不是傻了？会长已经亲自否决了你们的入会申请，别说是你了，这个世界上还没能有人让会长改变主意吧？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一旦叶会长决定了，绝对不可能改变。我来。叶倾城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！我老婆要加入你们万国商会，同不同意？你在威胁我？对，我就是在威胁你，能不能进？叶凡，你活腻了不成？你有什么资格威胁我们会长？叶凡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样你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叶会长，对不起，我老公一时冲动冒犯了你，麻烦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不要跟他计较。简直岂有此理！在我们万国商会的地盘上，居然敢威胁我们会长！来人，把这个小白脸给我轰出去！我倒要看看，你凭什么让我改变主意？唉，就凭这个，这令牌怎么在你手上？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我老婆要进万国商会，同不同意？叶凡，你疯了！你拿一个破令牌想让我们会长改变主意，你痴心妄想啊你！我宣布，从今日起，你苏家冠我商会之名，行我商会之权，任何人不得忤逆。
这赋予商会之名，会长这是答应苏家进商会了。这叶凡到底什么来历啊？只靠一个令牌就让会长改变主意了？会长，咱们万国商会掌握着全球半数经济命脉，何况您背后又是北都叶家，还叶凡一个苏家的赘婿，您何必怕他的威胁啊？不错，这世上能够让会长改变主意的，只有叶家家主。这叶凡，他就是叶家家主。这小子这么年轻，他怎么可能是叶家家主？啊，不对，你们快看他手上的令牌，真的是叶家家主令啊！不错，你看清楚了。千真万确呀！当年我有幸见过这个令牌，不过这个令牌应该在叶家家主那里保管，怎么可能在这个小子手上？难道叶凡就是叶家家主？叶凡，你这是哪来的令牌？还是说，你真的是叶家家主？唉，差不多吧。刚刚的话你们都听到了，我老婆现在正式加入万国商会，你们可有异议？这叶凡要是真的是叶家家主，我们可惹不起呀！这苏家走了什么运，居然傍上叶家这棵大树？叶凡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伪造叶家家主令牌！秦少，你是说叶凡手里的那一块令牌是假的？不会吧？叶家权势滔天，谁敢伪造家主令牌啊？这跟找死有什么区别吗？你们想想，叶会长出自叶家，如果他叶凡真的是叶家家主，那我们叶会长能不认识他？对呀，会长出自叶家，怎么可能不认识叶家家主呢？这小子怕是踢到铁板了，居然敢当着叶会长的面冒充叶家家主。叶凡，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，连叶家家主的令牌都敢伪造？哎呀，老婆，别听他们瞎说，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真货。我知道你想用假令牌来吓唬他们，但是叶会长出自叶家，他怎么可能连叶家家主都不认识呢？会长，叶家乃是我们大夏国豪门之首，这叶凡竟敢伪造叶家家主令牌，还请会长为其降罪。没错，如果人人都伪造令牌，那么叶家的威严何存呢？会长，处死叶凡一定是要有。叶会长，叶凡是为我苏家才伪造的令牌，万般罪责都是我苏之雪一人之错，请叶会长放我老公一条生路。苏之雪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要不是你们苏家为其撑腰，还叶凡敢伪造叶家家主令牌吗？没错，在我们看来，这件事跟苏家脱不了关系，苏家就应该叶凡同罪。邱会长处置苏家。叶会长，这件事情全部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请你放我老公一条生路。苏之雪，要怪就怪你太不识抬举，屡次让我颜面扫地。现在不仅叶凡要死，连你们苏家也罪责难逃。老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看该求饶的应该是他们。叶凡，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我，就算我们是假夫妻，我也绝对不会抛下你。苏之雪，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，你现在跟这个废物划清界限嫁，我还可以考虑在会长面前给你美言几句，只处罚他叶凡一个人。你做梦！我苏之雪在此发誓，要和叶凡同生共死。这苏家大小姐倒不是个背信弃义之人。好啊，那就你们两个一块儿死！给我闭嘴！长怒了，从来没见过会长发这么大的脾气。这小子和苏家这回要倒霉了。会长，叶凡不过是路边的一条狗，犯不着您动手，我这就替您来处理他。我是让你们闭嘴！会长，你打我干什么？这个叶凡冒充叶家家主伪造令牌，您不应该惩治他吗？这令牌是真是假，难道我看不出来吗？会长，我查过了，这叶凡呀，就一开滴滴的，他肯定不是叶家主，你可别被他蒙骗了。是啊，会长，这些年总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着叶家的威名到处招摇撞骗，你可千万不要上当。这块破令牌，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。这样，会长，您要是实在不放心，就打个电话回家问问，这样肯定万无一失。说，这令牌从哪儿来的？还需要我亲自给你解释啊？你要实在不信的话，就打个电话回家问问。
咱们家那几位的脾气，你不是不清楚。哎，叶凡，你少在这危言耸听了！你以为这样能把我会长吓唬住？叶凡，会长可是叶家长女，在叶家的地位举足轻重，岂是你三言两语就能恐吓的？会长，您还是打电话问问，让这个废物死也死的心服口服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叶会长，但凡打通了电话，那你伪造令牌的罪名就坐实了。放心吧，老婆，真金不怕火炼，让他打。爷爷身强力坚，怎么会突然把家主令牌交给他？人斗这小子真的伪造出来糊弄他？电话。喂，爸，家主令牌是否在爷爷那儿？废话，咱叶家的家主令牌不在你爷爷手里，还能在谁手里啊？爸，你确定家主令牌在爷爷那儿？你打电话过来就为这事儿，你吃饱了撑的吧，死丫头！我警告你，你从小脾气就傲，少跟我的儿媳妇作对，不然我……死到临头了还这么淡，没听见刚才我们会长打电话已经确认了吗？你那个令牌呀，就是个冒牌货。会长，铁证如山，叶凡他伪造家主令，罪不可恕，请会长将他凌迟处死。你个臭小子，敢拿假令牌糊弄我，你是皮痒吗？叶会长，千错万错都是我苏之雪一人的错，你不要责罚他。苏之雪，你以为这事儿你能逃得了关系？要不是你在背后怂恿他，敢干这种事儿吗？叶倾城，白瞎你一世英名，连自己家的家主令牌都认不出来啊！放肆！你竟敢叫会长的名字！现在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，你的就是个假的。好，我让你心服口服。今天这令牌，我亲自鉴定真伪。会长，这小子分明就是在找借口拖延时间，你可千万别上当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这个令牌是假的，苏家从此以后除名。好，我接了，拿去验吧。给，没事。叶凡，你怎么真把令牌交出去了？这要是验出来是假的，你跟我今天都别想活着走出去。老婆，放心吧，没事儿。事到如今，你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只希望他们不要鉴别出来这个令牌是假的。这叶家的家主令乃是麒麟火玉所制，不惧高温，唯一的鉴别方式就是将其冰冻。叶倾城，你该不会忘了？这种说法我倒是有所耳闻。麒麟火玉遇冷的情况下会发出七彩华光，如果你这块令牌遇冷能起反应的话，那就是真的；反之则为假。那还等什么？如此稀世珍宝，世间再找不出第二块，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那我就让你死得心服口服。来人，把冰盆抬上来。是。会长，冰盆在此，只要将这令牌搁置盆中，便可真相大白。这小子就是嘴硬啊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还在这强装。无妨，等会儿令牌发不出七彩华光，别说他，整个苏家都得被他陪葬。看到了吧？没有反应，这是假的。叶凡，你的死期到了！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叶凡，你先跑，我替你拖住。你还有何话说？跟他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叶凡伪造叶家家主令牌，罪不可赦，其罪当诛。队长，这假令牌该验的也验了，跟他们还有什么客气？真是无耻！这令牌在冰盆里毫无反应，纵使你说破天，也无济于事啊！这麒麟火玉，最起码也要在零下30度左右的气温，才能绽放出七彩华光。现在没有任何反应，是因为温度还没有那么低，分明就是狡辩。会长，别信他鬼话。究竟是不是狡辩？拿来液氮一试便知。你说验就验啊！我们都被你耍了这么多次，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你继续牵着我们的鼻子走。会长，别再和他浪费时间了，他不过就是找借口拖延时间罢了。姐现在就处死叶凡，以免夜长梦多。你在教我做事，绝的！这会长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较真儿了。反正也是最后一次了，就让这个废物死
死个明白。七彩华光啊！真的是叶家家主。这令牌是真的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叶家家主令牌只有叶家家主才能随身携带呀，这居然是真的！拜见叶家家主。叶凡，你从哪儿找到这个假冒货？居然可以以假乱真，把大家全唬住了。淡定，淡定。叶家主饶命啊！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人中真龙，还请叶家主恕罪。我们也是被坏人蒙蔽，不然借我们100个胆子也不敢跟您作对啊！怎么样，费这么大劲，现在你们总该信了吧？我老婆要加入万国商会，谁还有意见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叶家主，我们也不知道苏小姐是您的妻子呀，要早知道，我们也不敢呐。叶家主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定以苏家马首是瞻，唯命是从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我调查，他就是个军地司机，怎么可能是叶家家主啊？我说你这人真是一根筋呐！这证据已经摆你脸上了，还不信呢？会长，这事有蹊跷，你一定要严查，不能让他们这么瞒天过海就过去了。就你会长，此事已了，散会了。会长，哎，记住你们刚刚说的话，再敢和我老婆作对，绝不轻饶。叶家主，请放心。老婆，我们走。哎，等一下。还有这个哦，对呀，走吧。走。想不到苏家竟攀上了叶家，以后恐怕要凌驾于我等之上了呀！还好啊，叶家主大人有大量啊，否则以叶家的实力，一句话就能把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产业毁于一旦。什么叶家家主，你们都被骗了！秦少，此话怎讲啊？刚才那块令牌放出的七彩华光，我们大家可都是有目共睹的呀。是啊，就连叶会长都亲口承认了，这难道还有假吗？各位，你们请看，叶凡在天海当了3年的滴滴司机，他的功耗载过多少乘客，被我调查的一清二楚，怎么可能是叶家家主？这简直是岂有此理！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？招摇撞骗，居然搞到我们万国商会来了！不知道这小子使了什么手段，连叶会长都被他骗了。在座的哪一位不是家世显赫的天海龙头，居然被一个黄毛小子逼得下跪？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这件事儿绝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叶凡这个人阴险狡诈，软的不行，只能来硬的。如今苏家有了叶会长的支持，再加上苏之雪的商业天赋，我们恐怕很难在商业上面下手啊。秦少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现在这时代，一切都以强者为尊。既然我们没有办法从商业上下手，那我们就直接出动宗师，一劳永逸。什么？宗师？世间的宗师屈指可数，每一尊都是问鼎武道巅峰的存在，只有北方的4大家族才供养得起啊！是啊，这供养一尊宗师，耗资特别巨大。虽然我等都是一流世家，但是也供不起一尊宗师啊！到哪里去找宗师出手啊？实不相瞒，在很多年前，我们秦家曾帮助过一尊宗师。这尊宗师为了感恩，答应成为我们秦家的供奉，坐镇秦家。什么？秦家居然有宗师坐镇，难怪这几年发展的如此迅速。好，只要有宗师出手，这个叶凡他是插翅难逃。还请秦公子为我等出了这口恶气。哎，好说好说。
刚才好险，差点就被识破了。你还真是艺高人胆大，叶会长都被你糊弄了。你就一点不怀疑？万一我真的是叶家家主呢？你，切，得了吧！你忘了你是怎么被我拐回来当老公的？喂，爸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爸说让咱们回去一趟。啊，爸，哎，小雪，你来了，叔叔，快坐。小雪啊，那天你走得急，叔叔还没和你好好聊呢。怎么样，事情解决了没？没解决的话，叔叔帮你解决。谢谢叔叔关心，还好有他帮我们苏家解决了这次难关。都是这小子应该的。小雪，你放心，只要你进了叶家的大门，叔叔是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的。谢谢叔叔。爸，今天你把我们叫过来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这当然是你们的人生大事了。虽然你们俩结婚了，但是婚礼还没办呢。啊，叔叔，我们不是已经领证了吗？这个婚礼就没有必要了吧？哎，那可不行，这个婚礼不仅要办，而且要大办特办。啊，叶凡，你快劝劝你爸，否则假的都要成真了。你不是说演戏要演全套吗？小雪，你放心啊，那个我到时候一定会为你和凡儿举办一场世纪婚礼。那我们家的人脉还是很广的，到时候我要让天下所有的宗师为你们捧场。叶凡，你爸也太能吹了吧！还天下宗师，我苏家都请不来，你爸居然能把全天下的宗师都请来，给咱们捧场。习惯就好，习惯就好。叔叔，你也太热情了。如果非要举办婚礼的话，那我们就一切从简，勤俭节约嘛。我看这婚礼是办不成了，办葬礼吧。秦风，你居然这么死缠烂打！哎，苏之雪，我劝你今天少管闲事，我是来找这个废物算账的。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叶凡他屡次三番坏我好事，今天他一定得死。儿子，这人是谁啊？爸，他就是你儿子的情敌，这不输给我不服，找上门来了。我说你小子，你连一个情敌都搞不定。想当年你爸追你妈的时候，那可是迷倒万千少女，没有一个人配成为你爸的情敌。叶凡是我老公，你要是敢动他，就是我苏之雪的敌人。难道你真要和我苏家不死不休？这事儿跟苏家没关系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。今天我一定要他死。苏之雪，我劝你待一边去，别溅你一身血。父老，该你出手了。秦少放心，我堂堂宗师，杀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随手的事儿吧。宗师，秦风，你竟然出动宗师！没错，宗师出马，叶凡他今天插翅难逃。卑鄙无耻！我们天海各大家族曾经签过条约，禁止出动宗师。如今你竟然光明正大出动宗师动武！各大家族禁止宗师动武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宗师。我们秦家有宗师坐镇，谁敢有异议啊？况且叶凡在纳新会上让各大家族下跪蒙羞，现在整个天海的家族，谁不想让他死啊？叶凡，你现在说出走，他们要来硬的，我帮你拖住。想走，晚了，小子，你是自行了断呢，
还是让老夫出手呢？死在宗师手，不丢人。哼，就凭你，还动不了我。叶凡，你还真是死鸭子嘴硬。陆老可是堂堂的宗师，捏死你，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陆大师，您和叶凡无冤无仇，请您收手。秦家给您，我们苏家双倍奉上。秦家曾有恩于老夫，况且老夫这些年受秦家供奉，岂是你能收买的？苏之雪，我劝你就别垂死挣扎，等陆老弄死了叶凡，本少第一个就办了。你，老婆，不用怕，区一个武道宗师都不用我出手，我爸一只手掌就把他们弄了。哎呦，叶凡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能打败宗师的只有宗师。好东西，你吓到我儿媳了！趁我没发火之前，赶紧滚蛋！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这么跟宗师说话？叔叔，您有所不知，每一位宗师都是站在武道巅峰上的人物。我们要是得罪了宗师，今天恐怕会死在这里。老婆，你放心，区一个宗师，我们叶家还不放在眼里。今天我就给他们上一课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狂妄！你个黄毛小子，敢如此的轻视老夫！今天我就好好的教教你，什么叫尊敬长辈。摘花飞叶，这真是宗师手段。雕虫小技，我爸比他更厉害。这个时候就别嘴硬了，赶紧带叔叔跑吧。现在想跑，晚了。谁说我要跑了？看在你有自知之明的份上，只要你自行了断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跪下，给我老婆喝3个小饭，我就只卸你一条腿，放你一条狗命。牙尖嘴利，一会儿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如此的口出狂言。哎呀，陆老，废了他！爸，看见没？咱们叶家都快被人看不起了，您还不出手？你怎么能让叔叔送死呢？你是亲生的吗？哎，小雪，你放心，区一个宗师，我根本没放在眼里。苏之雪啊，从哪儿找的2个奇葩？父子俩一个德行，死到临头了还嘴硬。成为宗师以来，从未有人胆敢轻视老夫。今天让你们知道宗师之威！陆老，还废什么话？灭了他们！你竟然是大宗师！你竟然是大宗师！小宗师，弹指可灭。陆老，怎么回事？你可是堂堂宗师啊，怎么会败呢？秦少，此人深不可测。我看这件事情就算了。这真是宗师啊？可能是碰瓷的吧。没想到叔叔这么厉害。清风，你要是还顾及脸面，就赶紧带着你的人离开。
你个老东西，竟敢骗我！秦少，我骗你什么了？老东西，连个土老帽都打不过，还骗我是宗师，枉我叶家供奉你这么多年。秦少，我真是宗师啊！老东西，敢骗我，那我岂不好骗啊？我劝你们别太得意忘形了，打败了一个假宗师，有我秦家的事，早晚灭了你们，早晚弄死你们！小子，还不走？等我把你扔出去吗？好，我今日放你们一马，日后一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走。哎，小雪，坐。没想到叔叔真的还挺厉害的，居然还打败了一个假宗师。你就没想过，我爸万一要真是宗师呢？我知道要给叔叔面子嘛，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拆穿他的。哎呀，这碍事的人已经清理了，咱们是不是该言归正传了？什么言归正传？当然是你们的婚礼了。我叶家儿媳的婚礼必定是一场世纪婚礼，3书6聘，名门正娶。叔叔，其实不用那么隆重的。婚礼就这么定了，定在1个月之后。届时天下宗师齐聚，万邦来贺。我要让天下所有人都知道，你苏之雪是我叶家儿媳。叶凡、苏之雪，这对狗男女，一定让你们付出代价！喂，林少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林少，出了点状况，失败了。废物！不就是让你娶个苏之雪吗？连一个2流家族的女人都搞不定，本少要你有何用？林少，这事可不能赖我，是一个叫叶凡的混蛋出来搅局。本少不是来听你找借口的，别忘了，若不是林家主持，你秦家能有今日？是，多谢林少，请林少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把这个贱人拿下。罢了，看在你对我林家忠心耿耿的份上，过几日我将亲临天海，助你一臂之力。是吗？那多谢林少。林少，我有件事不明白，就是苏之雪一个2流家族的女人，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娶她呀？该打听的事少打听，你只要知道，事成之后，保你秦家成为大夏第5大世家。好，谢谢林少，我们秦家愿为你马首是瞻。苏之雪，连北都4大家族之一的林家都给我撑腰，我这次看你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！哼！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金风果然是个废物，连这点小事不办。看来过几天啊，我得亲自去一趟天海。也好，虽然我林家为北都4大家族之一，却始终被叶家压过一头。若这次能够成功的话，我们林家将取代叶家，成为新的北都豪门之首。听闻苏家那个女人颇有几分姿色，若非秦家那个废物秦风是举世罕见的纯阳之体，我还真舍不得这样的美人便宜了她呢。苏之雪虽然出生2流家族，但却是纯阴之体，至阴至阳相结合，便可诞下混沌体。这混沌体可是天生的修炼圣体啊！若我能以混沌体为引，将其炼化，便可踏入那至高无上的化境。到那个时候，别说是北都豪门之首了，就是整个大夏都将是我林家的掌中之物。什么爸？你准备炼化混沌体？那不是献给罗刹殿殿主的吗？当年若非罗刹殿相助，咱们林家恐怕也无法成为4大家族啊。不错，当年我们林家确实受了罗刹殿一些恩惠，但说到底始终是相互利用。如果我能达到化境，何惧他们罗刹殿？可是什么？自3年前罗刹殿败给武王之后，便一直遭受武王的追杀，他现在也是自身难保，还有心思管我们呀？之前2大禁忌组织，分别是罗刹殿和武王殿，皆凌驾于4大家族之上。
唯有当年那位武王，仅凭一己之力横扫整个罗刹殿。爸，您要是能打出化境，那岂不是能和这样的人物平起平坐？不错，林家的未来就看你这一趟天海之行了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让那对贱人诞下混沌体。老婆，咱们怎么又来你家了？我们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当然告诉家里人了。可我觉得你家里人应该不是很喜欢我。他们确实对我很绝情，但是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还是想跟他们说一下。我们的婚礼，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祝福。好，为了我老婆，就算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在所不辞。你这搞得我家跟龙潭虎穴似的。走吧。哎呀，现在整个天海都传遍了，叶凡那个废物拿了一个假令牌，在天海招摇撞骗，连叶会长都给骗了。哎呀，叶会长的背后可是北都叶家，要是叶家追查起来，那我们苏家岂不是要被连累了？这个苏之雪怎么跟这个废物还纠缠不清？我们苏家早晚败在这个死丫头手里。还用说啊？我姐肯定被这个小白脸用什么花言巧语给骗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让小雪回来，让她抓紧和叶凡那个废物离婚。呀，叶凡，你来干什么？人家不欢迎你，滚！1个月之后，我要和叶凡举办婚礼。毕竟我们是一家人，我还是希望到时候你们能来参加。你说什么？苏之雪，你竟然要跟这个废物举办婚礼？小雪，叶凡就是一个祸害。你可是堂堂苏家女总裁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废物？叶凡才不是废物，难道你们忘了，当初要不是叶凡，苏家根本就不可能拿到银河集团的朱雀项目，更不可能加入万国商会。哼，还加入万国商会？现在天海都传遍了，他叶凡拿这个假令牌把叶会长都给骗了，简直是胆大包天。不错，万国商会的会长叶倾城背后是北都豪门叶家。若是叶会长去追究起来，恐怕连我们苏家都要受到牵连。你还有心思办什么婚礼？小雪，你听妈一句劝，赶紧和叶凡划清界限，免得被他连累了。够了！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们，我和叶凡要举办婚礼，不管你们同不同意，我们的婚礼还是会如期举行。我看这婚礼是办不了了。秦少，秦风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不欢迎你。苏之雪，你怎么跟秦少说话？你们骗了叶会长，我们苏家以后还要在天海立足，避免不了秦少他帮衬。苏之雪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要么嫁给我，要么你们苏家亡。秦风，你还以为苏家是以前你随意欺辱的苏家吗？以苏家现在的实力，根本就不怕你秦家。请你立刻滚出去！你说的对，我们秦家不算什么，那北都林家呢？什么？林家？我们秦少哪个林家？北都还有第二个林家吗？难道是北都4大家族之一的林家？没想到秦家的背后是北都林家。北都4大家族，叶、林、孙、王，每一家都是响彻大夏的顶级存在，其中以叶家为首，而林家是4大家族之中仅次于叶家的存在。呀，那我姐要是嫁给秦少的话，咱们岂不是和林家也攀上关系了？对呀，苏之雪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嫁给林少，就相当于我们抱上了林家这棵大树，你明白了没？就算是林家又如何？谁也不能让我跟我老公离婚。小雪，你就听劝吧。苏家再强大，难道还能比林家强大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林家想要覆灭我们苏家，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，只需要一句话，整个大夏就没人敢和我们苏家合作。在大夏，除了叶家，没有人敢和林家作对，除非你攀上叶家的高枝儿，但这根本不可能。如果我说我就是叶家家主，
如果我说我就是叶家家主，叶凡，你有完没完？真以为自己姓叶就是叶家人了？现在整个天海，谁不知道你打着叶家的名号招摇撞骗？你自己想死，别拉上我们呀！叶凡，我劝你别不识好歹啊！得罪了林家，别说是你了，你全家都得陪葬啊！一个林家而已，怕是还不够死。好大的口气！连我林家都不放在眼里了。林少，您来了。这就是林家大少。林少都亲自莅临天海，看来是有备而来。林少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秦家怎么说也追随我林家多年，本少特意为秦家说个亲。听说你们苏家很有意见。林少，您说笑了。我们苏家能跟秦家联姻啊，那是我们苏家的荣幸啊。再说了，还有您亲自说媒，我们怎么可能拒绝？林少，您放心，我姐她一定会嫁给秦少的。到时候我们苏家还指望你们林家多多照顾。林少，我们苏家只不过是一个小家族，难道你们林家不能放过我们苏家吗？小雪，怎么跟林少说话？林家非秦家可比，你赶紧和叶凡离婚，乖乖嫁给秦少。我林家做事需要离婚，要么你今天嫁给秦风，要么苏家今日天海出名。哎呀，把苏家除名，你们林家什么时候这么疯狂？你们林家什么时候这么狂妄？你又是谁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叶凡，你干什么？林少面前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有意思，我林家贵为4大家族之一，除了叶家，还从未有人敢跟我林家作对。林少，叶凡呐，就是苏之雪的废物老公，就是他每一次从中搅局，我才屡屡失手的。姓叶，难道是叶家的人？林少，您说笑了。我调查过，他呀就是个滴滴司机，怎么可能会是叶家的人？混账！什么时候一个滴滴司机也敢这么跟本少说话？给我打断双腿，扔出去！林少息怒，对不起，林少，我老公他就是一时冲动，冒犯了您，还请您饶过他。小雪，你在做什么？赶紧过来！这废物得罪了林少，你不要再和他纠缠在一起了。这个小子嘴可真够大的，说话一直口无遮拦，我们苏家迟早都要被他连累。晚了，叶凡，你得罪了林少，天底下没人救得了你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难道要我说第2遍吗？我是叶家家主，我看你们谁敢！我看你们谁敢！叶家的家主令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们叶家的事轮得着你来过问？赶紧滚蛋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林少，我调查过了，别被他骗了，身份是假的，令牌更是假的。对，林少，你好好想想，他怎么可能是叶家的家主？他就是一个死跑滴滴的。哼，好家伙，还好我见过叶家家主，不然还就真被你给糊弄过去。叶家家主是叶真那个老不死的，你连叶家家主都敢冒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林少，叶凡这个人胆大包天，他今天敢冒充叶家家主，明天就敢假冒林家家主，假以时日，他就敢假冒那位传说中的武王。你一定不能放过他。放心，既然今天被我碰上，我就替叶家清理了你这个招摇撞骗的废物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动手！林少，我老公他不是故意的，还请您给我个面子，放了我老公。你算是什么东西？本少凭什么给你面子？如果您愿意答应的话，我愿意跟我老公离婚，嫁给秦风。女儿，你说什么？你答应嫁给秦少了？小雪啊，你早都该这样了。你跟秦少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他叶凡算个屁！姐，你终于想通了，你和秦少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苏之雪，
你倒是识相，最终也没能逃脱我的手掌心啊。叶凡，我走了以后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老婆，你不用怕他。没用的，林家是仅次于叶家的大族，都怪我不好，不应该把你卷进来。志雪，有我在这儿，没人能逼，哪怕是林家也不行。笑你，你这嘴还真够大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以为你真的是叶家家主了吗？叶凡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叶家家主了？你怎么不说你还是传说中的武王？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你若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，那就下地狱忏悔去吧。叶凡，你不要冲动，你已经得罪林家了，不能再得罪叶家。你快逃吧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等你安全之后，我便会自刎。我是你老婆，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志雪，娶了你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你放心，我家人马上就到，不会有事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怎么把叔叔阿姨也扯进来了？叶凡，你是蠢还是什么？自己死还不够，还要拉着全家一块儿陪葬。叶凡，你不会以为人多就能抗衡林家吧？真以为姓叶就是北都叶家了吗？萧雪，你看到了没有？这废物自己死还不说，还要连累全家人，你理解还是正确的。叶凡，你快让他们走吧。我知道叔叔阿姨不是一般人，但是林家不是他们得罪得起的。我倒要看看是多么奇葩的一家人，正好斩草除根。是吗？只怕你没有这个能力。笑话，在大夏除了北都叶家，还没有人敢跟我林家为敌。你不会还要说自己是叶家家主吧？林少，您想多了。他要是叶家家主，我今天就把这皮鞋吃了。好啊，那你就等着吃吧。我再告诉你们一遍，我就是叶家之主。找死！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本少，本少不介意先废了你，再灭你全家。我看谁敢！北都叶家叶青灵代叶家世子为苏家儿媳送上聘礼，现金8888万，金条888根。北都叶家叶倾城代叶家世子为苏家儿媳送上聘礼，帝景别院、豪景别墅各一座。北都叶家叶连城代叶家世子为苏家儿媳送上婚书一份，凤冠霞帔一套。是谁敢欺负我们叶家的儿媳啊？竟然是北都叶家！什么？叶家的世子竟然要娶我苏家之女？叶凡没骗我们，他真的是叶家家主。老公，你真的没骗我，你真是叶家家主。你是我老婆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跟你说了，是你自己不信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叶总，你是不是认错弟弟了？你是觉得我会认不出自己的亲弟弟啊？叶凡是我们叶家唯一的继承，我看你们苏家好像不愿意和我们叶家结亲。叶小姐，误会，叶家能看上我们苏家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不乐意嘛？是啊，叶小姐，你看我姐夫跟我姐多么般配呀！而且他们结婚证都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女婿，好女婿！妈早就看出你是人中龙凤，你说你有这身份，咋早不和我们说呀？现在不让我们离婚了？不反对，完全不反对。叶家实力远超于林家，要是能抱上叶家，那可比林家强多了。我苏家飞黄腾达的时候到了，怎么办？他们是叶家，慌什么？就算是叶家，他还得讲道理。是你先追求苏之雪在先，是他叶凡横插一脚。我听说你们要灭我叶家，林家好大的威望啊！林叶两家同属北都豪门，真要为个女人闹这么僵吗？狗屁豪门！
在我们叶家眼里，你们林家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。论势力，我林家也是4大家族之一，未必会输给你叶家。论实力，我爹那乃是大宗师，孰强孰弱，尚未可知。妈，不服，把林霸天叫出来跟我比比，敢打我儿媳妇的主意，老子把他屁股都打开花！老爸威武！叶家别欺人太甚，真以为我林家怕你不成？我去！你要干什么？欺负的就是你！林家的狗儿子啊，敢跟我顶嘴！我去！给我住手！呀，妈，打个小的来个大的，我替你管教管教你儿子不行吗？叶连成，你到现在了还敢嚣张啊？你还真以为你们叶家会永远压我们林家一头吗？实话告诉你，现在我林家背后可是罗刹殿在支持。什么？罗刹殿？怎么怕了？本来我不想把这件事报，谁叫你们叶家欺人太甚，也就容不得我了。我也明确告诉你，我们林家早已布局，1个月后灭你叶家。不用等1个月了，我现在就把你们一起收拾了。嘿，小子，一个靠家族势力撑腰的纨绔，到现在还没看清现实，你还敢跳出来在这儿叫嚣？我告诉你，罗刹殿连你爹妈进来都害怕。哎，儿子，你先不要冲动啊！我没冲动，我找的就是罗刹殿。叶凡，你能不能别装跳梁小丑了？你们叶家势力但跟罗刹殿比还不够看呢。就是，罗刹殿势力遍布全球，唯有当年那位武王能与之抗衡。你算哪根葱啊？如果我说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位武王呢？什么？哎呦，叶连成啊，你真是养出来个好儿子呀！说大话都不带打草稿的啊！老公，你冷静一下。老婆，抱歉，瞒了你这么久。我之所以一直隐姓埋名，做了这么久的滴滴司机，就是为了暗中收集罗刹殿的罪证。没想到你们林家也参与其中。本来我还没有找到证据，既然你们主动站出来认罪，那我就不装了。武王殿护卫军何在？跪下！一字地乾坤，你竟然真的是武王！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饶了我吧！把他们拖下去，顺着他们找出罗刹殿全部势力分布，然后一一铲除。是武王殿下。老公，我没做梦吧？你真是武王？哎，害我装了这么久，累死了。怎么，现在嫁给我后悔了？那我就走了啊！我乐意，我乐意，我非常乐意。